将我们所有练习的时间，我们所有敬拜的时间，摆上与你同在。主也求你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让我们不是以人的方式来敬拜，而是以神的方式来敬拜你。在新的一年第一个礼拜的礼拜天，我们愿你的新的事成就在这个教会当中。我们愿将我们教会每一个来到殿中或还没来到殿中的人，摆在你手中。主，求你与他们同在，求你在他们的路途中陪伴他们，求你在他们的人生当中也陪伴他们。我愿将我们等一下的敬拜、我们的讲道，还有所有的服事以及服事的人员，都摆上。主，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保惠师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荣耀你的名，而不是荣耀我们自己的名。将我们每个人摆上，感谢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让我们一同起立，在这个新的主日、新的一年，我们要歌颂他。我们一同开口：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旧新皮带，每天要赐下。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旧新皮带，每天要赐下。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
是的，在新的一年，然后我们很高兴能够一同在圣殿当中一同来唱歌，来荣耀他。那因为我们今天没有鼓，所以我们等一下就用击掌的方式，然后一起来唱歌。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旧新皮带，每天要撕下。你是做新事的神，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旧新皮带，每天要撕下。新的事，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我们的荣耀。新的事，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是的，神的新的事将要在这一年新的一年来成就我们当中。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我们一起来向他祷告，来向他呼求。在过去的一年，我们可能遇到了种种不如意的事，种种不顺的事，但新的一年，他的恩典要在当中，他的盼望要在当中，他要做新的事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愿意将我们全人全心都奉献在他身上，我们愿将我们每一个人都完全摆上，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所想所求的来做，乃是照着神的旨意，靠着神给我们的智慧跟我们的能力，才能够成就神所要在我们教会，所要在我们每个人当中所成就的新的事。我们将一切献上祷告，我们来唱这首新的诗歌。我愿意为你来奉献我一生，我愿意为你来奉献我一生，因为你给我生命，因为你给我力量，因为你让我有安息，有你我已满足。我们再从头。我愿意为你来奉献我一生，我愿意为
奉献我一生，因为你给我生命，因为你给我力量，因为你让我有安息，有你我已满足。我愿奉献我一生，因为你温暖我的心。我有了你，已别无所求，只求你使用我。我愿奉献我一生，来宣扬颂赞你恩典。我有了你，已别无所求，只求一生为你用。我愿意为你来奉献我一生，我愿意为你来奉献我一生，因为你给我生命，因为你给我力量，因为你让我有安息，有你我已满足。我愿奉献我一生，因为你温暖我的心。我有了你，别无所求，只求你使用我。我愿奉献我一生，来宣扬颂赞你恩典。我有了你，已别无所求，只求一生为你。再向他祷告说，我愿奉献我一生，因为你温暖我的心。我有了你，已别无所求，只求你使用我。我愿奉献我一生，来宣扬颂赞你恩典。我有了你，已别无所求，只求一生为你用。我有了你，我有了你，已别无所求，只求一生为你用。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我们知道我们是软弱，但你却是刚强。我们愿将我们一生，我们将我们全人奉献为你所用。求你的恩典，求你的盼望成就在我们当中。求你新的事要在我们教会当中兴起，要在我们当中复兴。所以我们将我们所有的祷告，我们将每一个人的敬拜，每一个人的祷告，也都单单的指向你，单单的放在你面前。就求你与我们同在，也使用我们成为你的器皿。我们将我们献上，
也将祷告献上，一切是奉主的名来求，阿们。大家请坐。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主上帝的话语，记载在罗马书第12章9到12节，请你们听，我来念。圣经罗马书第12章第9节：爱人不可虚假，需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第11节：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事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接下来我们邀请蔡崇义长老来为我们证道，证道的题目是殷勤不可懒惰。弟兄姊妹平安，请你跟隔壁的人讲新年恭喜。有一个新的一年开始，我觉得我们充满着希望，因为新的一年我们有很多的事工可以新的推展。新的一年在考验着我们对主的信任，新的一年在考验着我们对主的事工，我们怎么做？新的一年我们要学蚂蚁，我们要学很多的动物，我们是人，但是有很多的东西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交账，我们要爱来相待，我们要殷勤做工，我们要操练自己，因为我们不让殷勤不可懒惰。新的一年有新的气象，我们每个人都彼此的祝福。我们在群组里面呢，我们在我们的 LINE 里面呢，最近接到那个新年卡的越来越少，以前都还有最少200-300张，今天我觉得越来越少，大概1-2-4张就很多了，都是用 LINE 在贺新年。然后之后还会开始12点之后就会跟你跨年晚会的那个开始播放给你听，很棒啊，很好。新的希望，新的开始。可是我总觉得新的希望是不是我们在教有一个新的希望？我们就有一个新的开始吗？我们看烟火在灿烂的在释放之中，你会发觉到那个闪光闪过了之后，你要的是什么？你的服事是不是像闪光一样这么一耀过去，还是说你的服事像永远让人觉得有那么美丽的一个色彩存在？我等一下他也还会再讲一次，国语礼拜我再讲一次周庆兄弟兄的受洗，是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情。上帝国里面因为有一个弟兄的姐妹的受洗，他会迎来最大的号角，天为他打开。等一下我们看耶稣的受洗，你会看天打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我们要的是在主的名下里面，在众人面前承认神的名。这节我们都很熟啊。来，第一节我们来一次，来，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彼此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很容易熟的一章经节，大家可能会背得很熟。我们看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所谓的亲热就是真的用我们的心来跟他们交往。什么叫爱弟兄姊妹吗？新来的弟兄姊妹是我们教会的宝，新来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你想想看，耶稣为了一只羊可以到外面去千辛万苦的去把那一只羊找回来，一个新的弟兄姐妹到我们的教会来，多大的快乐啊！一个大家庭多一个人呢，那是多大的快乐！你会把他冷落在一旁，还是你用很热烈的膀臂张开双手来拥抱他呢？那样子的故事里面告诉我们什么？那个浪子回头在外面流浪了很久啊，把他的那个败家子，把他父亲的财产都败光了以后，他父亲做了一件什么事情？每天在那边盼望，等他回来做一件什么事情？这么脏的一个二儿子，竟然把他抱着亲他的嘴，又大设宴席呀！我们要嫉妒吗？我们应该跟他一起高兴才对呀，跟他一起作喜呀。我们不要戴着面具在待人呐。
有时候觉得我们有生活会不会很苦？尤其我们的姐妹们呐、出门我看起来我们都好像还好哦，有的时候都要涂的很多哦。有一次我去我一个企业家的朋友女儿一打开，我们两个还问他说谁在不在？他说我就是。我们两个都吓一跳，因为有化妆跟没有化妆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人。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有时候经常以面具在待人呐。我在监察是很有名的是不接受任何人的访问，不管记者要专访啦，不管谁要来访，我都说我忙，我一定要白天的时间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完。在监察院的不是我大牌啊，说真的，我实在是太忙了，所以我的秘书都会帮我结掉，甚至他们有时候。都是有头有脸的写一个电话啦，来这里写个电话，说我说约新回来能不能打个电话给他？我也从来没有打过。我们周局院长曾问我说，为什么这些人一直在找你，连电话都留给你，你连打一个电话都不打？我说他们有什么事情就写信来嘛，就写申请状来，我来处理嘛，而不是说丢着，那你就来帮他处理。有些什么事情，可能有些人想当一个什么官位，还是说希望能够说。甚至有人说，能够告诉他们的首长说：“我认识他就好，我是他的亲戚。”我当电法院的院长，那时候司法的院长是我的真正的亲戚耶。我到9周年才跟他讲，监察院9周年他来，我说我是谁的谁啊？你说不早讲，就是因为我要出去当院长了，所以我不跟你讲，因为我会升太快。我希望我就按部就班，是用我的实力来升，而不是因为我是你的什么人。所以这句话非常的让我们非常的惊讶，爱人不可虚假。我们到底爱什么人呢、我们要爱的人，就是在弟兄姊妹两个。昨天我还跟吉安长老讲说，周倩雄弟兄，我觉得对他亏欠。他在受理之前跟之后，我没有跟他能够好好交谈，我们去探访他，我没有跟他做一个很好的连接，我错了。我觉得我去年可能 COVID-19 不管什么原因，我的工作排得太满了，所以我假日的时候打那个赖一个给我的秘书说，明年所有的晚上如果比较多的月薪全部给我取消，我不要。我想用晚上的时间多一点时间来观望我们的会友，来探我们的会友，因为我觉得第一季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如果我们的第一季教会没有进步的话，我觉得我就对主有非常大的亏欠。爱人不可虚假。你的爱人怎么说？我们看诗篇第一节开始，所有的诗篇里面第150篇里面第一篇就告诉我们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那个亵慢人的座位。咱讲无行歹人的计谋，无徛罪人的路，无坐侮慢人的位啊！新的一年诗篇第一篇就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要把握自己。我们要为子而工作，我们要走在正路上。第二点，殷勤做工，这个今天我本来主要在讲的题目。那么这12章11节告诉我们什么？来，一起来，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你们觉得这句话熟不熟？很熟啊！你们从主日学听到现在，每个牧师这些经节不晓得引用了多少次。这个经节对我们有没有一个启示？有没有一个作用？有没有一个亮光？现在我们看到吴金生执事坐在这里，我每次看到他，我就觉得我很钦佩他，因为他可以每一个他遇到的人都说你来我们教会做礼拜。那个人有时候是就像那个方简来过2次，那个方简那个是非常的怎么讲？非常的佛教徒，非常的迷信的人，他居然拉了他来做礼拜，那很不简单的。有时候我们都开不了口我这1-2年来看他从他邀请过来的信徒，我都觉得说他真的是为主在做工。他邀请的都不是说你这个教会的人来我们这个教会做礼拜，这个人来我们教会做礼拜，在大神国里面还是一样吧，大水库理论还是神的国啊。我们要邀请的是什么？没有踏入过教会，还是说慕道友来我们教会，那是真正的宝贝所以我都跟家长说，我们那个卡拉 OK 的那个没有来，他说他都会来，没有来会请假。
他是我们宝贝，我们是自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不彼此照顾都没关系，可是我们要去照顾那个新来的，那才是我们的宝贝。我每次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殷勤不可懒惰。我们就看到那个蚂蚁的预言，箴言6章第9节告诉我们：懒惰人呐、懒惰人呐、你要去查看蚂蚁的动作。蚂蚁什么？蚂蚁没有君王呢，没有元帅呢，没有所有的长官呢，没有他们可以领导的人呢。他们什么？每一个人一起在做工啊。他们告诉我们，说不能告诉我们，你们要懒惰到什么时候？你看这些蚂蚁呀，你看不起他吗？他做的东西，你会觉得看不起他吗？你看所有的动物，我们都说我们是什么灵兽之长啊，我们有灵有性，这个动物啊，真的都是没有灵魂。可是我们在看不起动物，你们觉得说动物都群居耶？每个动物里面都做一件事情，什么？他们会同心合意耶，他们是群居的耶，而不是我们个人单看自己的行为哦。每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好耶，所以那个动物里面当然有人在带队，可是大家会跟着走耶。他们群居耶，教会也一样耶。教要群居，就要同心合意，每一个人要付出你的心力，而不是说，有人在做了，我们上个礼拜刚好新的长子就任，新的同工就任，所以我特别要用这个题目来，新的同工，殷勤不可懒惰。我们都希望说讲好听的话，让大家听起来好舒服，做礼拜好舒服。可是我们要告诉各位，耶稣告诉我们。上帝的话告诉我们，殷勤不可懒惰，要同心合意，我们要群居的生活，我们要一起来在主的面前。黄启田，你可以点他唱歌很好听了。那时候有一首歌，每次选举的时候就有人在唱，爱拼大赢，有没有？3分天注定，7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他每次唱这首歌，那时候非常的轰动。那告诉我们什么？你有天才没有错，可是如果你还要经过7分的努力，你要问爱因斯坦，说你头脑这么聪明，是上帝特别给你的？他说对啊，上帝特别给我，上帝给了我1%的头脑，其他99%是我的努力。一个爱因斯坦要经过99%的努力，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除了比柯文哲 IQ 高以外，请你还是要多努力。然后他在唱歌的时候都有一个特色，他会用一只鸽子在这边飞翔。你说看到他说：“这上帝给我一个启示啊！圣灵来的时候，告诉我们每一个人要动工了啊！元旦过年，新的一年要动工了。你们难道不动工吗？你们难道不努力吗？你们难道不一个找一个过来吗？我们9点开始礼拜可能很早。”今天又下着毛毛雨，可是下雪都有人在礼拜。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会友喜欢亲近圣殿，渴慕圣殿，渴慕在神的圣殿？我昨天晚上就又开始看经节，我在巴比伦河畔哭泣，想到锡安，眼泪就流下来。有一天今天我们已经教会已经几乎构堂已经完成了，可是构堂完成那只是一个建筑的外表完成哦。我们教会是不是真的成立了？各位说奇怪，今天蔡长老讲话怎么这颠三倒四？我们教会就成立啊，就中兴长老教会同会，还在7星宗会，现在算起来还算7星宗会里面的中兴教会了，因为我们会有也算不少了，我们钱都已经还完了。是一个好的教会，你怎么说我们算不算这个教会？教会重要在软体耶。我们每一个会友是不是把我们的教会当作我们的教会，然后我们让神的国度去扩张，用这个教会建筑是给我们使用的基础，而不是这里就是教会。我们都已经构堂完成，我们有教会了，躺着睡觉了。我们需要躺着睡觉吗？
我们要开始完成了。第三，我们心里要火热啊。这50年来，我一直觉得说我心里都蛮火热，在侍奉主，一个教会经过一个教会。等我到中间教会的时候，我跟上帝讲说，我老了，我累了，我要当摩西的角色，我要找约书亚。你们告诉我，约书亚在哪里？这问题很残酷我们应该要交棒了不是我们没有用，而是我们可以做祷告的工作。你们准备好了吗？你们上5个有准备油灯的童女，还是那5个没有准备油灯的人呢？5个人还是一样，在享受着，在戏耍的时候，新郎来了。新人来的时候，就把门关起来。所以昨天如果可以看到我发的简讯，传的赖，请各位来做礼拜，有写一句话：主进了。不要忘记，主进了。这现在在讲说，我不是启示录的专家，我30几岁的时候还翻译启示录，可是我现在对启示录越看越看不懂，因为很简单，日期我根本不知道啊。可是有最近的 COVID-19， 你会发觉到说，是不是真的主进了？末日到了吗？终章没到，你要心理上也有末日的准备啊。我们要永远准备啊，在末日的时候，就是要像学蚂蚁呀。每一个人要扮演你自己的角色，也许你的角色是微不足道。所以我经常讲一件事情，我很欣赏主日学的老师，我很感激他们，我很欣赏那些会计。但每次我们礼拜完在这边小组，他们是躲在那边在算钱。上帝特别纪念他们呢。你看我们的主日学还有主日学呢。上个礼拜主日学出来表演啊，虽然我们家那只小猴子只拿一把乌克丽丽来，连弹都没有弹呢，可是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家最大的高兴。就像我们那只大猴子去幼儿园表演呢，我太太最少听了100多次，每天晚上一定再听一次。我说拜托，能不能换别的音乐？他就一定要听完，他才可以睡觉。我说你听了不烦啊？他每次就听那只大猴子。其实有很多人的表演，他就专门要听我们大猴子的表演。但怎么说？那蚂蚁里面的角色都是很不足为道的，都很小的角色，可是他们全部的角色集合起来，他们能做很大的事工。我们不要轻看自己耶。所以保罗告提摩太，不要小看你年轻耶，真的不要小看我们自己耶。在神的面前，我们都要服侍人，而且这个服侍出于真诚的服侍。你说这个服侍不是同工的责任吗？不是长子的责任吗？我们可以吗？你忘了，我们都是尊敬的祭司，人人都是祭司，人都可以去服侍人呢。今天美女姐没有来，所以我就可以讲美女姐。你看她来受洗之后，她多会招呼人呢。当时有一个，我记得应该上个礼拜吧，我们在上圣歌队有一个180，就是我们有一个那个朋友来他的儿子180几公分，长得非常漂亮英俊180几公分，梅姐竟然跟他开玩笑说，我如果早年轻几岁，我就会追你。当然我知道那是开玩笑，可是感觉上就是就是一家人。他很热烈的招呼人，他也来参加圣歌队。我相信他五线谱还看不懂，可他就来参加圣歌队。昨天三玲姐，反正今天都不在，三玲姐说又跑来圣歌队，我们的欧妈还特别来给他说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没有在群组，我邀请你加入群组。他感受很温馨呢，这个才是家人呢。你一个家人怎么样？我们每天会挂心，每个人如果你晚回家，我们会讲说，今天人均怎么不是说6点要回到家吗？怎么到现在8点还没有回来？等于说我在做实验，我根本没有时间打电话，然后打电话去，我还在实验没有结束。妈妈6点就把菜煮在这里，等你的菜凉了，可是吃起来是热的，心还是热的。我们要学习服侍人呢，所以我们的灵命的成长要全备的服侍。什么叫全备的服侍？你们要所有的心，除了你们在工作之外，工作也要服侍神。最近这1-2个礼拜，我经常听到一句话，有时候想想，我回去就写给我太太听，我太太觉得好笑。那么我们一些调查官或者一些处长过来，因为我们院长不在，都要代理盖章。他每次看到我，偶尔就会讲一句话：蔡委员，
你好像在苦守寒窑，因为这过年快到了，好像不太那个委员都杂事很多，大家都很忙，他每天反正就看到你在苦守寒窑。我也告诉各位，我在教会就是苦守寒窑，教会每个人都是我的宝贝，尤其我在更强调，新来的更是我的宝贝，那是失而复得哎。第一个走进我们教会的都是我们最大的宝贝，在我的牧会经验里面，第一次走进我们教会的绝对不会再离开，如果再离开的话是我的责任，我也对不起上帝。这是突然加上去的，到今天早上突然又加上去。新生教会，我到新生教会几年？我离开中间教会，民国72年，新生教会那时候才30几岁。新生教会有400个人离开，我们回台南，这是什么？大光教会。大光教会现在在台南里面算是差不多前3大的教会，1000多个人。那后面的这看到很漂亮哦，其实我们去的时候不是那么漂亮，去的时候跟我们教会差不多外表。后面那一半是我去那边再建的，而且那时候还好，建筑法规没有那么严，所以我们把后面，如果现在的话已经申请执照建筑不够，这跟严宽路不一样啊，这是合法的申请执照完全合法。可是整个教会建起来变成2层楼，可以坐400个，所以我就说只要400个我就走，就400个我就离开了。之后50几岁到盐水教会。200多个人之后，我到湾里教会。那时候湾里就很好玩，湾里本来是在省工国小旁边一些很小的教会，它刚好是正路。省工国小说要跟那个有一块地，因为那个湾里的那个教会刚好在省工国小里面，就跟换旁边一块地。换完没多久又就说要开路啊，要征收补偿费，多少钱？800万。不要小看800万了，那时候算多。我说既然800万，我们就要盖教会。800万盖教会，就盖教会啊，我们就去募款啊。其实这个教会盖起来，你觉得很漂亮啊，1200万就盖完了。这个教会是1200万的湾里教会，我3度到湾里教会，那是1200万就盖完了。之后我就到基隆的暖暖教会，那是在一个地下室跟1楼，他们礼拜是在地下室。我一直觉得礼拜在地下室真的是不是那么好。第二个礼拜就感觉上就是不是那个礼拜的气氛。当然以前的他们讲说以前都是在洞穴礼拜嘛，所以在地下室还算不错。可是1楼你可以礼拜，为什么1楼把它当作吃饭联谊的地方，地下室当作教会？那这一间是我来中正教会之前的七堵教会。各位如果有见过基隆的话，应该去七堵教会看一下，你会发现就好漂亮。有空的话进去礼他们的那个整个的礼拜堂看一下，那个礼拜堂挑高的音响，那真的是在那边讲道是不必用这，整个好大的一个讲道，一个讲台。我之所以提这个，不是说我有多少功劳，我要告诉各位，尤其我们在座的青年们，你们该起来了吧，该醒了。你觉得说在那讲话怎么那么重，那么闲？我们30几岁、20几岁，我们就开始在布道。30几岁，我们就开始去。我30几岁就到新生教会去了。我被杨石林牧师骗去那边，那时候说叫我离开中间教会，去那边帮他的忙。没想到杨石林牧师1个月里面顶多回来1天，其他都在美国或者巴西。所以我就苦撑寒窑，也在新教会苦撑寒窑。所以1月30号，我一看到，我本来有传给明丽姐那个整个的那个讲道预定表，我一看30号说，不是我讲道，我就打电话给新教会说，1月30号我去你们那边做礼拜。哇，他们立刻第2天就传来说，来我们这里做，你来这边讲道。那我就拜托给讲老华裔来讲道，我就去新生教会，因为这是我初中去教会第一间的教会。我们牧师长老都一直期望你回来，你1月30号你就赶快回来这边，你来讲道啊！记得那个1个礼拜之前要题目给我们，因为要用周报。我说好，1月30号我去你们那边。这是新教会要什么？信仰跟生命是什么？代代相传。我的传道生涯是接受我的父亲传过来的，你们很多长子是因为你们的爸爸，可是更重要的，你们这一代本身要站得稳呢，要站立得稳。我对千年有很大的负担，
各位想说，不要给我这么大的压力。然后欧巴欧妈一讲到脸色都绿了，你们两个当辅导一定有很大压力，就是要有压力。因为我们的教会如果没有年轻人的话，年轻人不复兴的话，整个教会会慢慢老化，就真的是长老教会，又长又老，就像那个赖清德副总统那个叫终于中了一样，个等个老，现在改不了。我每次叫他改，他说我都改不了了。他也不会叫我什么蔡委员，叫我什么都是叫中于中了，不管打电话，不管怎么样。所以这个很好玩的一些，所以我们要火热的服侍主啊，像木炭一样，木炭是越烧越热。刚开始的时候，如果各位有去烤肉，你没法知道，在取火的时候很难呢。取火老半天啊，慢慢烧，慢慢烧，可到最后都会做一件事情，什么？用水把它灭火，因为太旺了。我希望我们教会是要用水去灭火，而不是还在那边等着慢慢烧。怎么去服侍？这是过年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美丽华摩天轮，我们看到高雄义大的摩天轮，哇，整个摩天轮里面有放烟火，那个建福村也有放烟火。在摩天轮里面，我们很喜欢坐摩天轮，其实我不敢坐，因为我惧高症哈，我太多就这样做。可是摩天轮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有齿轮，重要的是什么？你要升得上去。人生有没有永远的高潮？我跟各位保证，绝对没有哈。尤其我要跟你们年轻人讲，绝对人生没有永远的高潮。不相信人均，你现在 proposal 够了吗？哈，有没有 proposal？ 好，你还没有 proposal 哈。等你提出 proposal， 你就知道老师怎么刁难你，那个还不要紧，你到 final 你就会知道老师怎么去刁难你。其实我这个人还算很善内哈，我都专门帮人家改错字而已。我每次口试都在 final 我都帮人家改错字。我看有的教授对他们之严格可是也不能说错了，因为整个 paper 上去之后就下不来，所以 paper 要很小心啊。我写的 paper 很多字连改都不想改，就把它上去之后，现在很后悔，因为改不了了。paper 一上去就下不来，所以那个整个的硕士论文的 paper 现在是全部公开，全公开的，不像以前一样不见得公开。现在是全公开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所以我们要祷告。祷告就是什么？像润滑油，摩天轮在转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那个齿轮要转齿轮就是你的服侍你要永远在服侍，等你在服侍的时候，你这个教会的低潮还是慢慢，它还是会升高可升高的时候，它还是会再降下来，没关系，它还是会再升高上去。所以教会会一波一波又一波。一波比一波的更复兴，而不是一波比一波的更难带。我在万里教会，我就有这个经验。到我第3次去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一个很白：我已经第3次来了，我真的拼了命，每天在探访。我好不容易才90个人，我要离开了。你们一定要拼命来，反正没关系，你们教会就现在差不多50、60个了，你就习惯这个样子，那就让你们这个样子。因为第一次半年之内从20几个到100个很快，第二次从30、40个到差不多100个，好久，2、3年，到第3次20、30个到70、80个、50、60个，好难。所以我不想第4次了，我没有那个命。我说我不想再过去了，第4次。所以记住要经常祷告，那是润滑油所以我们在喜乐中祷告，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我们家那只小猴子都会现在进来看一下，说阿公在祷告，因为我祷告是坐着祷告，然后坐在床铺上面，那他才会来看。阿公还没祷告完，他就跑出去玩了。等一下，阿公还没祷告完呢，他就很喜欢祷。之后他现在有一学生说我也要祷告，之后阿嬷还念一句，他讲一句，现在是他说他自己要祷告，可是我们都不知道在祷告什么。反正他自己要祷告就对，在指望中要喜乐我们爱主的丰富，不但在主里面，我们不但在主里面要喜乐，我们在外面也要喜乐，要让人家知道说信耶稣是很快乐的事情我们要让人家说你来信耶稣你是很快乐，让人家从你的快乐之中他会想到教会来。我们为什么讲世新足球队？其实世新足球队的队员很多人喜欢到教会来。我甚至跟他们那个蔡信跟他们领队讲说，不要强迫他们来。他们不是他们自己想来。
那说政委啊，我们亲戚啊，等了几个哇，都带他们跟他们交流，他们都很快乐，很棒哎。不管祖林啊、人军他们跟他们在一起啊，一方他们你们一方一文跟他们在一起，他们都觉得好快乐，在这边聚会哎。让我还很怕，我很怕说不是我们帮你祷告，你就一定得胜哦。你们一定要记住哦，到时候失败的话，说你们帮我祷告，我们总会踢输了。我们帮他祷告，这几次全部都赢哎。所以我们开始帮他说，我们在代祷，他们比如出发之前说你们要帮我们代祷，我们就帮他们代祷啊，他们赢。但是不要有错误观念啊，不是信主以后就一定都全部都赢。我信完主之后，我的生意都一帆风顺。我信主之后说永远不会生病。陈文茜，她是个才女，不管你政治立场相不相同，陈文茜很自傲的人，所以就发现她肺腺癌。他信主，发现他肺腺癌，人家跟他讲说，就是因为你去信基督教，所以你有肺腺癌。没想到这个才女怎么跟他回答？他还好，我去信基督教，我在祷告中才知道说我的胸部怪怪的，所以我赶快去检查，还好立刻发现，是因为我信主才立刻发现。我信主接受手术，我心里坦然。我信主以后，这个肺腺癌变成打不倒我，这个就是我们值得赞扬的。因为我们就靠着主耶稣的血，已经我们得到帮助。我们在患难之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我们要恒切的祷告，就像那个茶叶蛋一样，祷告就是在破碎我们的心呢。茶叶蛋如果你不把它破碎的话，你觉得茶叶蛋好吃吗？你茶叶蛋你就不要把它敲好了，整个就茶叶蛋煮了老半天，外面是壳色的，里面还是白色的。茶叶蛋要什么？要破碎呀、每个人都要破碎自己耶。我突然昨天放上这个图，我本来是要讲一个美国的一个最贫穷女孩的故事，我这样放上这个图，因为昨天突然在讲说，怎么有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专门给人家供餐，这是台北火车站的后面哈，一个小小住一个小小的地方，你看拍的好长的路，做什么？供餐，你说这没什么大不了吧？这很大不了。马太福音的25章怎么讲？你们饿了，我给你们吃，你们渴，我给你们喝，他们就做这种事情，上面的人，最起码你是一个人吧？最右边的是李正龙，最后封为牧师，李正龙执牧，他已经过世了。他的太太本来也是传道，那个是非比教会的传道，现在也当牧师的贵格会非比教会。李雀美嘛，李雀美牧师，他现在开始在公车登广告。那中间的是侯宪民。上个礼拜我们有看到有600万的奉献嘛，他跟我们教会没有任何渊源哦，600万是他奉献的。你没有看到他的名字，因为他不喜欢把他的名字写上来，我就把他讲出来了，是他奉献的。那个名字你们都不认识，那是他奉献的。那旁边这个人。这个人你们比较不熟嘛，这个人比较不熟，这个人也是傻瓜一个。从开始有恩友教会，他就在中心旁边，我怎么觉得这个很熟？今天什么人？这两个根本就熟的，天天看到。这种接触你干嘛？如果他干嘛这两就熟的呢？不对，看到不管。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件事情呢？因为我记得我在闽会医院那时候，蔡顺祖长老已经在教病房，可能快过世。那个县民找那个李正龙，那时候是李正龙，那时候叫什么？那时候还没有称为牧师，李正龙称为先生吧。他的特色是以前都在盖庙，奇妙诶！我去那个李长老娘，我们去报佳音，也碰到一个北港配天宫以前的长老的董事长的孙女。他现在在信主，他的爸爸以前是专门在盖庙做庙工，很大北港配天宫很大可是他信主，在赖扁同牧师的时代，因为他们信主，他现在已经不在了。可是我觉得这个精神还在，也许他有争议，因为人家可能有人认为，比如说李雀美牧师，人家认为他比较高傲，他比较独断，他不要这样做。可是有时候，可是他在做啊，我们就在人家在前面做，我们在后面扯后腿啊。
他真的确在做啊。贵教这个就跟我讲说，这才是值得服侍的教会呀、他们教会每一个人做的是没有牧师想去的地方，那个去的地方的人都不是牧师，因为牧师不会想到那个地方去，那个地方只有付出没有收入。我们是应该到这种地方。我在想说，是不是等到那个过完节之后，如果有你们要到台北火车站去发放物资的话，是不是我们的青年们能够跟着他们去发放一些物资啊？看他们怎么去生活，看这些游民怎么生活，或者说打菜的时候帮忙他们一起打菜。我们能够做这是最微小的事情，那在主的身上，我们做我们的事情。所以相对的，我今天没有讲一个很感人的故事，我今天我讲的是一个感动的，真的在实践的故事。他的一生为主所用。刚开始他太太信主，还不敢跟他先生讲，因为他先生本身是盖庙的，是建筑师，是完全在慈济里面占有一席之地的人。可他现在一直每天祷告。当贵格会想成立一个专门为这些街友们释放送菜的地方，他的太太跟李正龙讲，李正龙得到感动，牧师来跟他谈。那我看他的记载，从早上9点谈到半夜2点，他终于跪下来说：“我愿意信主。”我最近跟各位告诉一个好消息，我的岳父岳母是非常非常的拜拜的人。他拜到什么地步？我觉得那个已经有小鬼存在了。他可以将这个东西我这个东西掉的是在前面、后面、左边、右边是在右边右边刚好有3个抽屉，是在第1个抽屉、第2个抽屉、第3个抽屉，宝贝第3个抽屉打开就是在第3个抽屉，多厉害！宝贝，大家都说我考不上司法官，他说：“你哪里考上司法官？”我太太说：“怎么可能？考上我也没有看他在念书啊。其实我有念书，我很认真。考上司法官，我自己都还不知道。我岳母在我考之前就知道了。可是最近我太太经常讲说，以前都是我在帮他祷告，所以他打电话给我太太说，每天我们2个人都在帮你们祷告。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唯一是什么？没办法受洗，因为我们都有长老。”牧师才能够受洗，可是因为我们的小舅子的缘故，没办法受洗。可他每天帮我们祷告，他信耶稣，他们2个很快乐了，90几岁了，能够活多久我不知道，但是最起码他们相信耶稣，信而得救，是快乐的。OK， 所以我们的一生要为主所用。让我们一同起立来唱回应的诗歌。我愿意为你来奉献我一生，我愿意为你来奉献我一生，因为你给我生命，因为你给我力量，因为你让我有安息，有你我已满足。我愿奉献我一生，因为你温暖我的心。有了你，一别无所求，只求你使用我。我愿奉献我一生，来宣扬颂赞你恩典。我有了你，一别无所求，只求一生为你用。我愿意为你来奉献
生，因为你给我生命，向你主祷告，因为你给我力量，因为你让我有安息，有你我已满足。来，我们用我们的心力起来。我愿奉献我一生，因为你温暖我的心。我有了你已别无所求，只求你使用我。我愿奉献我一生，来宣扬颂赞你恩典。我有了你已别无所求，只求一生为你。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新的一年开始，我们愿一生为你所用。我们不再姑息，我们不再受你的喂养。我们要像蚂蚁一样，每个人同心合一的为主你的事工而努力，我们为主你的国度而奋斗。我们相信你国度来临的时候，在生命册上我们记上一笔，因为我们已经竭尽心力为你做一个有名有实的同工，有名有实的基督徒。求主你怜悯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一生之中，求主你使用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请会众一同起立，我们持续站立着。好，我们一起以奉献来回应上帝的爱，请一起唱奉献的诗歌，新圣诗303首。请坐。在报告之前，让我们一同来背诵本周的主日金句2次。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事主。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事主。罗马书第12章11节。那下礼拜的主日服事同工，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然后请预备。好，那下礼拜的主日妇女团契会邀请玉文姐妹来教大家来制作胎球的花艺。那请大家在今天以前要记得报名，报名完成，然后缴交报名费。那另外在本周五晚上7点半会召开长执会。若有想要提案的，可以提早来向我们长执来提出，然后另外也会定于本2月27号来召开今年新年度的定期会员合会，那请大家留意一下时间。那接下来我们来进行看一下我们的肢体交通以及代祷。那一样。到2022年的新年了，所以我们等一下可以为我们的全球的疫情来仔细来进行代祷。那第二点是也能够为了我们教会的福音的推广以及关怀的事工来做代祷，求主来兴起我们的各种的服事。那也为林文林执事的那个甲状腺手术的康复，身体的健康也来进行代祷。那为我们的
张娇香、周玉明、黄秀珍、周东义、周炳宽、周柏林、黄家佩、周永恩、周亮如、辛世荣、辛地的信仰、健康、学业、起居、工作等事项来进行代祷。那接下来就一同让我们起立来进行公祷。亲爱的主耶稣，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一同在这里聚集，一同来领拜，一同来领受主你所带来的恩典。感谢主，让我们在新的一年的第一个礼拜就能够来这边来一起领受主你所带来的最大的恩典。主啊，求你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能有新的感受、新的体会，特别是在服侍主你的过程中，让我们能够学会不要懒惰，能够更加的殷勤。谢谢主你，也谢谢你让我们今天的聚会，让我们从中，也许我们生命中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挑战以及病痛，希望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都能有改善，能变得更好、更健康，能让我们的教会能更兴旺，有更多的人来带领他们来认识主你。谢谢主，求你能够持续的赐更多的智慧跟平安与我们同在，也能够让你的大能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显现，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主你做工，都有很特别的存在的，很特别的意义的。主啊，求你能够持续的光照着我们，恳求你的灵能够日日与我们同在，带领着我们。谢谢你，孩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持续站立，一起来唱颂荣的诗歌，圣诗392首。唱完我们请蔡长老来为我们祝祷。神万福之源，天下生灵都当颂言，天上万军也赞主名，同心赞美父子圣灵。阿们。愿主耶稣基督的慈爱、上帝的恩典、圣灵的安慰充满扶持照顾着你们，尤其在新的一年，让恩惠慈爱永远伴随着你们的一生，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请坐，默祷。
我们互相来请平安礼哈。那个刚才讲的那个帅哥，180几公分的帅哥，美丽姐，你特别要跟他招呼一下哈，你是要追他的，嘿，很高兴你来，你们亲戚可能把他你们带到上面去好不好哈？带到上面去来，嘿。